各位乡亲，新年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2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就是为罗梅，先祝大家新年人团圆，万行拢顺遂。接下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开始出现车阵，国道3号伫英歌时速高20公里，苏花公路大清水磅坑过年开放通行无管制。中国宣布为2月初6开始开放中国旅游团出国，不过头批试办的国家却是无包括日本、韩国还有美国。囡仔过年的红包受到民法的保障，家长会当保管，袂当没收。教育部推广新的观念，过年回后头厝无一定都要经初二。今仔日是新正年假的第2天，交通的部分透早高速公路路南的方向，部分路段开始出现车阵。国道3号英歌系统时速仅20公里。也若顶一日放弃的苏花公路大清水磅坑，在过年期间无管制，随时拢会当走。不过为着防止意外，工程单位也是有24点钟提早监控。另外天气的方面，初二暗时会有另外一波的寒流，也若这2天会是好天到济云的天气。为罗面团圆的日子，民众一直南北行动。根据高速公路局上新的时速显示图，会当看到，不少路南路段车也是不加济，尤其是国道3号英歌系统出现桥仔色，时速仅20公里。国道5号南港系统到头城车嘛真侪歹行。高速公路局预估今仔日交通量差不多有98万车公里，所以正月初一都是路南的尖峰车阵。国5的部分，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大概从凌晨的3点开始，就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那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6点左右，车潮才会逐渐得到疏解。国1的南向的杨梅到新竹，以及国3的土城到关西，则是从早上的8、9点开始，车辆会开始出来。日前正发生崩塌的大九线苏花公路大清水磅坑，虽然公路总局已经抢通，搁伫10月下晡开放通过，不过考虑回乡的车增加，工程人员唔敢大意。24点钟伫这个所在监控崩山的所在，是不是还佫石头会落来，互驾驶会当顺利通过？我们这几天在这边看有没有因为下大雨有一些落石？没有，状况都还好。对，正常。那你们在这边是不是很危险啊？有一点的。不是来晚了，要回去了。要回去哪里？花莲啊。为罗面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北部温度回升。气象局表示，正月初一东北季风减弱会更较明显。不过后礼拜一正月初2暗时还有寒流的到位，会一直连到正月初4。尤其是正月初4透早，中部以北会降到剩8度，中南部嘛剩13度，而且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希望会落雪。爱一直到正月初5，温度才会开始慢慢回升。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20有发表谈话，伊强调新的一年政府会持续拼经济、拼复苏，守护主权也个和平。面对中国军舰甲军机是真接扰乱台湾，国军会坚定维护台海区域的和平，守护咱国家的安全。面对中国增加对台湾的军事经济压力，美国认为讲维持现状对台海和平稳定是真要紧的代志。过去一年，蔡总统向国人拜节早年，佮表示新的一年也是充满挑战。强军为罗面也是持续扰台，包括强艦3隻、强機14台。蔡总统讲，国军会坚定维护台海甲区域和平。新的一年，政府会持续的拼经济、拼复苏、守主权、护和平。也要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继续努力，一起打造一个更好的台湾。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祝大家新春愉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港澳台拜年，不过涉台做法也是坚持反分裂、反干涉。根据法国媒体《情报再现》最新的报道，中国学界证实，习近平已经授予新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高雄，调集学者专家研究中国侵台了后，安怎应应国际制裁所带来经济孤立。日本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动用国民兵扩大训练台湾的国军。Competition is one thing, conflict is another. And it's strongly in our interest to make sure that even as we compete very, very vigorously, we avoid competition veering into conflict. One of the ways you do that is making sure that you actually have good lines of communication. 2月要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美中关系紧张已经有缓和，不过嘛警告，中国对台湾半导体的意图关系到美国甲全球各国的利益，对中国加强对台湾军事经济压力。美国认为维持现状对台海和平稳定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在新正年头，一个真重要的活动就是灯会。台湾灯会经过23年，这届转来台北举办。
灯会展示的范围会对东区的商圈向上山文创园区延伸到信义商圈。到时按算会有万外游客来遮参观。不过，这嘛互在地人烦恼交通，也佫有停车的问题。另外，伫莲池潭举办的高雄灯会，因为遐无汽车的停车场，交通局嘛建议民众若要去看灯会，尽量是搭大众运输工具。从太空中的科技玉兔指定玉兔种菜，放伫国父纪念馆中央灯区。台湾灯会23年后要搁伫2月初5中会台北。灯区位东区松山文创园区，一直到信义商区，差不多会有上万的游客到位。若停车问题大，居民烦恼也比较元旦做交通管制，可能挡伫主题外口，有厝煞无法度转去。里面停车，通常我们会买那个松山高中停车场的月票。如果游客太多的话，把松山高中停车场的车位挤满了，里面买月票的就会回不了家。松山信义区平时人车真客，李店讲有15天的灯会，拄啊好为附近的大巨蛋做人流压力测试。不过，伫个烦恼交通的南台湾灯会，也有小年夜拄完成试灯的高雄灯会。不好停车，停在很远的另外一边，联民路那边吧。头一遍刷到莲池潭的高雄灯会要伫2日举行，附近翠华路口平时青阳灯就等较久，灯会甲春节的市集都还未开始，2月围路暝下晡就开始有这车进行。一定会堵塞吧？现在就已经蛮堵了，就绕了很久才过来。莲池潭边仔无正宽，阁无汽车停车场，有民众按算甲车停较远的，再阁骑友摆过来。交通局除了会实施交通管制，也建议民众会当坐大众运输工具，较袂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警方顶一日侦办一个毒品案，因查到伫一片菜园仔内底，有人偷偷种真侪火麻，也就是毒品大麻的一种。这种火麻会当发干2-3公尺悬，即个查到的大麻花，也佫有做种的纸，市值是超过1000万。目前警方已经甲种这片火麻泄漏的嫌犯，以危害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来到龙园规片青林林，规丛比人较悬，莫讲想讲行入去森林，不过这其实拢是大麻，连早期的警方都感觉真意外。这个就是大麻花是吧？对啊，大麻了哈。对啊，好大麻 OK。对啊，这种多久了这种5-6个月了。5-6个月 OK 好，有没有卖出去了？没有。南投警方去年8月查到一件大麻案，顺线查源头，发现4楼的查甫人伫园仔4可能当种鬼的方式来暗号内底种大麻，这是一种真罕见俗称火麻的品种，一丛都差不多2-3公尺悬，警方拢总查到268丛，400多公克的纸，甲2公斤的大麻花，市值超过1000万。一举查获大麻268株，高度最高达3公尺。那树干的干径，最初像手臂那么的粗，查扣的价值超过1000万。第三分局伫搬这大麻嘛真费力，证物排规排，甲规个警局大礼堂拢摊满满。专案询问了后，甲4楼的嫌犯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消息，即马中国的防疫政策放冷。中国宣布，为2月初6开始，中国的旅行社恢复办理中国旅行团出境旅游的业务，而且公布20月头一批试办的国家，内底包括泰国、印尼、甲新加坡等等。不过，大家上较关心的日本、韩国、甲美国，即个煞是拢无伫咧即个名单内底。较前经济出口有快速来破人客了后，直接对下卡处。泰国欧洲航空加强训練技術和空服員，要迎接中國旅客恢復出境旅遊。ก่อนที่จะไปปฏิบัติการบินเราก็จะมีการถามต่อกันในทีมแล้วนะคะว่าถ้าผู้โดยสารไม่สบายจะทำยังไงถ้าเกิดเหตุการณ์ไม่คาดฝันเกิดขึ้นเราจะต้องทำยังไง1、2、3中國文化和旅遊部是宣布講，對2月初6開始是恢復旅行社經營團客出境旅遊的業務。泰國嘛準備好要迎接中國旅客，普吉島嘅長園區嘛做好準備。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ริ่ม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ครับ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ราก็พร้อมที่จะต้อนรับ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กชาติทุกประเทศครับแล้วก็ช้างที่ซื้อมาใหม่ 5-6 เชือกเนี่ยก็พร้อมที่จะดูแล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แล้วครับ即擺講過第一批20個試點嘅國家是包括泰國、印尼、新加坡、瑞士這個國家，但是日本、韓國、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這西歐國家攏紅排除。這國家對中國旅客是採取入境體檢嘅措施。英國網絡作家認為西方國家上中標準，唔是科學是政治。
China's zero COVID policy has ended. And now suddenly, all thes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Western media, oh, no, we don't want Chinese people coming in. Oh, no, you need to do tests, put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people. You know, they're just hypocrites. 该方便经济，像杭州就发电子消费券含企业补贴。山东是宣布，即马开始到3月底，A 级的旅游景区免门票，还有旅游的列车实施 KTV 马速度这娱乐。要进行旅游市场，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是已经拍了1年啊，乌克兰百姓日子是真歹过。不过，伫乌克兰有一群囡仔，因无愿意放弃家己的兴趣。伫防空洞内底糜烂练习，甚至天光暗嘛，还阁点蜡烛伫练。尾啊，因克服种种的困难，去匈牙利参加儿童嘉年华会演出。因精彩舞蹈甲特技的表演，互现场的观众大概是学到甲，嘛认为这群囡仔因实在是真无简单。穿代表乌克兰国旗黄蓝色的服装，13岁玛利亚，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等于过去几个月练的摇裤啊10支，大概是一直拍破啊。俄乌战争是拍了1年，伫俄军的空袭之下，无电无暖气，这群囡仔坚持伫防空壕内面点蜡烛练习，就是要徛起咧国际儿童马戏嘉年华的舞台。这种勇敢揣梦的精神是使人真敬佩。I trained in soccer in Dnipro, but we have the wine in Ukraine, and I was training it with air raid sirens, and it was hard. Mivel ezek a gyerekek óvóhelyeken gyertyafénnyel gyakorolnak reggeltől estig, kell, hogy valahol megmutassák a tudásukat. Kell, hogy valami hitet adjunk nekik, hogy érdemes dolgozni, érdemes gyakorolni. Ezért megállt a programunk 2 napra, itt január elején, és 2 napig átadjuk a kulcsot az ukrán barátainknak. 这群乌克兰的囡仔，年岁对6岁到17岁拢有，因是对继续交战当中的大城市内的，包括首都基辅、哈尔科夫和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这个所在。因和世界各国的10支好手做伙伫匈牙利是表演30场，因精彩的表演是互观众一直拍破啊嘛真尊敬。但是对13岁的玛利亚来讲，一刚无听到空袭爆炸的声音，伊就真欢喜。Це спокійніше. Я дуже рада, що у мене є можливість хоч на декілька днів перебувати у тому місці, де немає вибухів та тривог. 公民竞技国际儿童马戏嘉年华，2010年开始就一直伫乌克兰举办，过去10几档就已经对世界各地上千的儿童和青少年来参加演出。今年因为俄乌战争，只好选去匈牙利来举行。竞争的优胜者还有机会去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做伙举行的国际嘉年华去表演。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在传统的观念内底，过年时啊有结婚的女性，都爱到初2才会当回去后头厝。不过，今嘛教育部推广一个新的观念，过年时啊，回去后头厝无一定都爱初2，而且女性应该有决定什么时阵要回去的自由。因若伫过年时啊，囡仔人上介欢喜的就是领红包啊，有袂少拢是直接由爸母来保管。不过，根据民法的规定，囡仔过年的红包有受到民法的保障，家长会当保管，或者是用伫囡仔学习的费用，不过是袂当没收的。过年当领第2钱，这是囡仔人上快乐的时间。你想要买什么？手工的东西，妈妈店里的人阿周他们买玩具。想要摕第2钱去买物件，搁爱问家长，因为遮侪人拢烦恼囡仔甲红包摕去黑白开，拢会倒保管。我说我收着，就学费吧、课后班之类的，就帮他们就是存在银行账户里面一些学杂费、学习的用品，这样，例如就是小朋友的书桌啊，或者是房间要布置的。但是家长要特别注意哦，民法有规定，除非是用伫子女的利益，亲像报名在价班，还是学费者用途，无爸母敢会当保管，袂当共收起来，还是摕去用。除了第2钱，29暝要围炉，传统内面嫁出去的女性爱留伫内家，初2才会当转去后头厝，无会甲后头厝交互散去，内家嘛无欢喜。不过教育部即马伫咧面册发文质疑讲，应该放下过去的传统，互结婚的女性会当选择什么时阵要转去后头厝。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怕初1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就会把
福气带回头家，这是不对的啦。有的人就生2个女儿1个女儿，娘家的爸爸妈妈孤零零，这也是大不孝啊。要突破这种迷信，你就在团圆饭完就回家就没事了啦。专家表示讲，传统的习惯嘛有破解的方式，哪会当取到双方家庭的共识，像这观念嘛会当对时代的变迁变甲更较进步、更较符合时代。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清屯了后，有的人会想讲要坐盆栽倒来厝邻菜。即马就有专家建议讲，年节的时阵，亲像是往来花甲花石等等，这种红色的色水，唔但看到是真喜气，嘛有净化空气的功能。而且叶啊，若是愈大片，表面看到愈粗。净化空气的效果就会愈好。迎接新年，布置空间，真侪人会伫厝内放挂食物，求一个新气象。花市嘛出现人潮，台北建国花市表示，民众来到这，大多数拢会以色水、食物的意象为目标。一般都是咱的往来花啊，蝴蝶兰、蝴蝶啊，啊，甲银柳啊。百合花之类安尼，往来花一般看得出来，就是较有一个旺的意思啦。蝴蝶兰一般因为是一个较喜庆的物件，所以红可能就是大红大紫吧，较富贵。花草放厝内有学问，园艺老师讲，厝内空气污染物除了营养以外，阁有二氧化碳甲室内装潢的挥发气。往来花、花鹤也是秋海棠等等的食物，唔但有黏味，嘛有净化空气的功能，会当放伫较通光的所在。火鹤、观赏凤梨，还有一些会开花的海棠类的植物，大概都需要大概至少是明亮的窗户的状况，它才会长得比较好。非洲菊等等的，它可能甚至是要就是比较靠南向的这样的窗户，就是它的日照的时间或者强度再更强一点，它才能有办法忍受室内的环境。室内布置换新，专家建议一项原则：叶啊愈大片，叶面愈粗的，空气净化的效果愈好。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古早人讲，红菇粿 Q， 食落会长岁寿。过年过节，家家户户拢会当看到红菇粿。伫高雄有一个专门收集粿模的老师傅，到当时已经收集40多年啊。因兜即马有1400多支粿模，带大家做伙来看这项咱台湾真有代表性做粿文化。红哥呢掺入去在内面，甲粿模烂好嚼，互伊会黏会 Q， 搁来包鸭撮好圆，放伫咧粿模印做红菇的形。高雄凤山即间做超过70年的老粿店，过年时啊一天卖超过500粒。炊好的红菇粿就爱抹油，皮才会金光，保持 Q 底底。台记买菜有一句红菇粿抹油，号做水面。原来是对家来，也拿这粿印学问就真深。寿姑代表长岁寿，收藏粿模40多年的黄凤鸟老师，粿模满厝经。23岁开始收藏，即马已经收超过1400多支，7成拢是红菇的形，其中佫有一支超过1架子的上特别。这个唔是正常的师傅刻的，具体是有歌互你送还是怎么样？伊感觉讲我落找一个茶，我家己刻的，他的希望会更大。招财进宝啊，甲那个福禄寿全，啊个百子千孙，上个原始的迄个文化含义。现在就较少人办，所以有很多东西都要传落去。甲希望安在咧古壳是台湾人敬天破失的精神，总是时代变迁，规模愈收愈多，嘛表示老店一间一间收起来了。早起10点外，高雄盐埕第1公有市场，这搭将有少年开的单位，准备做生意。头家人拢叫伊红菇的，即阵已经传承到第3代。我妈妈慢慢研发到这种红菇粿，用红面做咧烂，雕色雕出来嘛，袂歹看。改良传统的红菇粿，用天然的火龙果做粿皮，取代食用色素，甜度也做过调整，希望拍入少年市场。阮就想讲要展现伊的
阮台湾在地人的伊个韧性，像自美安尼才抽着，阮的精神就是安尼。代表台湾传统美食文化的红菇粿，走向创新，才会着健康，也有人甲做成古水的黏土，寄望台湾文化开枝散叶，长落落。记者洪敏珍、赖维祖高雄报道。伫嘉义梅山乡的梅山公园，内底有3000多丛梅花，这几天火势大开，白色的火，互规个公园是看落敢若落雪同款。伫个新正的连假，就请真侪民众来遮行踏，欣赏美丽风景。一蕊一蕊白色的梅花开到满山坪，嘉义县梅山乡的梅山公园，即摆梅花常咧开，真侪民众趁日时天气好来遮赏花。听说梅花开得很漂亮啊！今天也就过年放假来这边，第一天来这边走村走村。今天我们来的有慢了几天，那花它是有谢了一点，但是天空很晴朗，我们还是心情很愉快。嘉义县梅山乡的梅山公园内底有3000多丛梅花，为顶礼拜开始就小连续开花，一寡倒来南部的民众就趁围路进前来遮行村。除夕第一天应该交通比较不会那么拥挤，然后早上5点多就出发来嘉义这边赏梅花这样子。梅山乡公所表示，梅花季大约是2-3礼拜，差不多会开到月底。逐天下晡2点到4点，公园内底嘛有音乐演出，附近的交通会有管制，停车位可能会无好找，嘛请要来看花的民众唔通乌白停车，影响到交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台湾四边环海，海产是食汤海。即马寒人海菜是当着时，伫片湖除了有人港市的海菜，上界出名的就是无人岛、高波斯野生的海菜。当年拢有限制名额，开放民众去买，而且有规定哦，敢若会当举手来去买。咱做伙来看卖。挂手录啊，像遐讲，片湖的居民伫新正进前去无人岛、高波斯买海菜。高波斯是片湖野生海菜产量上界侪的所在。每一年由赤坎村的龙德宫发采集证，今年差不多有300多人去买。为了保护海菜的资源，目前规定民众敢若会当用手买尔。不少民众是拢挂特殊的手录来买，希望会当加买挂。是自己做的啦，老袂较一样，这少年啊都袂一样啊。这是芒啊细，这较涩，这个紫菜会滑嘛，较涩伊就较好买啊。片湖有真侪细粒的岛屿，寒人风影大，水温低，这款的条件是真适合海菜生长。去年寒天拄好有寒流来，海菜是发了袂歹，不过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风影真大，一直无适合停岛。真无简单，等着好天要来买。不过这野生的海菜已经伤够粉起啊，嘛去互风晒一个长了了。风透了久吼，这紫菜一定有一个时间，时间到你无办，伊自然就脱落。伤短啦，个拢长了了，风伤透拢长了了。以前这时阵拢食拢嘛20外10外，很多很长现在就一点点，不好摘。原本希望讲过年会当加菜，大家嘛会当加寡收入，不过因为天气的关系，这个气煞蛮无，真侪居民是感觉真可惜。拔回来就是1斤就400块啊，像这样稍微晒一下，整理一下，这个1斤要超过800块。如果再干一点，就要1000块。我媳妇去年还拔了15、16斤呢，今年只拔了4斤而已啊，没有像今年这么少了，今年最少了。其实最近这几年来，因为海水的温度加悬，甲暖冬的现象，地区海菜的产量一直真无稳定，嘛减少去采收的时间。在地人讲，即马敢若会当看天公伯啊，等元宵节了后，看有机会通好开放第2届的采收无？希望到时海菜产量会当有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9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今仔日是围炉暝，大家都爱食好饱、穿好烧，平安过新年。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